即嘛有真侪家家哦，拢有推出受刑人做的特色产品，亲像是导游、往来所。来看婚林家家嘛推出咖啡包，也毋过有民众所发现讲，咖啡包的制作日期是印10月12。婚林家家是讲哦，咖啡的品质是无问题，日期印了毋对，消费者会当来体会，伊嘛会来改进。婚林古坑出产咖啡真有名。 一寡用有线农法种出来咖啡豆啊，经过加工变做咖啡包，落尾才搁印制作日期，准备要出货。这拢是婚林家乐予受刑人来做的咖啡包。不过最近所有民众去买到伫今年10月12制作的咖啡，难免可能会有错误啦，只是真的要做好一下品管。我昨天就在全面清查那个自营作业产品，发现是112年。 8、9月批次生产之幸福云，因承作人疏失而有误标制造日期形式，本间发现立即进行更正。婚林家乐表示，伫8月、9月制作的这批总共156盒咖啡，其中因为作业疏失印唔到制作日期的总共有16盒。虽然品质无问题，不过嘛紧急通知消费者去退货换货。立即通知消费者。 办理退换货或全额退款事宜，并将相关资讯抛在本间的全球资讯网。民众如有购买此次批次的货品，可以洽本间作业科。 婚林家乐嘛表示，这是为着要让受刑人会当培养专长，出狱了后会当融入社会，咁所以才会去设立咖啡自营作业。伫去年卖出75包半磅的咖啡，也佮有1103盒的离挂咖啡。未来嘛会加强品质监控，袂佮互印着日期的代志发生。希望大众会当继续支持甘肃自营作业，来鼓励受刑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